花市在地新闻继续要来讲，一暗入晓10万，渔民看顾海上的白金。这个屏东恒春半岛的外海，最近半个月以来，白带鱼是大爆发。每一暗拢有几啊百只渔船啊，伫海顶咧作业，甚至佫有渔船啊，为宜兰来的，为嘉南来的，拢要来抢掠白带鱼这种海上白金。讲一只渔船啊，一暝上最会当掠到1吨的白带鱼，会当卖10万块，嘛无怪渔民笑甲嘴啊利塞塞。恒春外海灯火通明，渔船一只对一只做伙拍开接鱼灯，就亲像是海上灯城共款做壮观的。钓白带，愈钓愈紧。这半个月来，对宜兰嘉南赶来掠鱼的渔船袂少，刚好是海上白金的白带鱼，一暝上济当赚10万。啊，唔知讲我来钓这白鱼真正够啊，鱼骨不好。市价在180至250一斤啊，那看鱼体大小。过去白带鱼的渔场大部分拢伫小琉球上北的海域，今年第一摆向南刷到恒春，做无共款。白鱼啊，一段时间拢对3月到这个7月，这是较大出安尼啦，今年嘛特别多。有专家认为，有可能是恒春外海有大量的食物存在，才会吸引白带鱼。这种肉食性的鱼类集中伫遮，这是近海渔业最少看的情形。但是，不管原因如何，这摆白金大爆发，嘛，互渔民满载笑嗨嗨。